歡迎收睇今集 Alumni G 國際學校新聞系列。大家好，今集我哋又講下啲教育嘅措施同埋嚟緊嘅活動，家長千祈唔好錯過啦。教育局喺2月份擬定一份教育條例，引入教師執業證書嘅制度，適用於所有學校，呢個包括咗國際學校同埋私立學校嘅教師同校長。證書有效期最多係3個學年，每3年需要續領一次。27-28學年起咧會實施，設1年嘅過渡期，去到28-29學年就會全面執行。所有教師必須持有有效嘅證書先可以任教。要求係包括持有有效嘅教師註冊資格，申報過去3年刑事定罪記錄，聲明遵守憲法、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等法律，完成每3年150小時嘅持續專業發展培訓，以及通常住喺香港嘅。詳情安排係有待立法會通過同教育局公布。國際學校嘅家長如果想知多啲，可以留意下學校嘅公布同埋教育局官方嘅網站。講到教師質素同學校水平，其實香港同好多大灣區都有好多頂尖嘅國際學校積極參與區內嘅獎項，展示佢哋嘅卓越表現。嚟睇下最新大灣區學校獎2026啊！呢個獎項公布咗47間入圍學校同機構，好多香港頂尖國際學校都榜上有名嘅，包括有 HKIS 香港國際學校、維多利亞 VSA、ESF 英基、李寶春、耀中等等。亦都有國內大灣區著名嘅國際學校。獎項設有20個類別，表彰藝術、體育、STEAM、創新教學、Inclusive 等方面嘅教學卓越嘅。公眾選舉就投票已經結束，得獎結果喺3月12號喺灣仔萬麗海景酒店頒獎晚宴度公佈嘅。家長亦都可以買飛參與呢個 Gala Dinner， 票價係每位250蚊美金，親身見證今年頂尖學校嘅得獎。詳情請上 GBASchoolAwards.org 睇，連結亦都放喺下方嘅資訊欄嘅。唔少香港嘅家庭都會考慮新加坡作為海外升學或者搬遷嘅選擇，我哋亦都有啲同新加坡有關嘅國際學校資訊俾你參考下。澳洲國際新加坡分校 AIS Singapore 將於3月5號星期四下晝5點到6點舉行 Online Open House， 適合想探索澳洲課程嘅家長。活動喺線上直播，介紹唔同嘅升學路徑，包括有 IBDP、HSC、入學程序、學校同社區 Q&A 等等。詳情同報名可以上學校嘅官網，同埋以下我俾你嘅連結喺資訊欄嗰度參考下嘅。想為子女多個國際嘅選擇，不妨了解下啦。大灣區同香港就越嚟越融合，唔少家長開始留意深圳附近嘅高質學校。德萃教育集團深圳市德萃港人子弟學校 St. Hilary's School 深圳分校係首間全寄宿 A-Level 同 DSE 都有嘅中學，提供香港深圳雙校區聯動，可以選擇喺深圳德萃選讀 HKDSE 或者 A-Level， 亦都可以喺中5嘅階段選擇嚟香港德萃中學校區修讀 IBDP 或 A-Level， 提供靈活升學路徑。3月14號星期六下晝2點半到4點半喺深圳市羅湖水貝金座就會舉行入學簡介會，解答升學、寄宿適應、跨境銜接等等嘅議題。詳情報名嘅連結就喺以下嘅資訊欄，你亦都可以瀏覽官網。鍾意呢啲實用資訊嘅家長們，一齊 like 同埋 share 啦 ！Subscribe Alumni G， 加入我哋嘅國際學校新聞資訊圈。每週更新最新升學動態，下次見。